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一年，我们依然要在神的殿中敬拜，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弟兄姐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这位神是属变有的，是让你在困境可以能够来经历他丰盛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颂赞，来赞美这位神。我们一起来用诗篇113篇第1到第4节，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说：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弟兄姐妹，我们要赞美这位神是属变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是掌管万有，是让我们能够经历他丰富一切的作为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经历的是怎样的神？在新的一年，你期待经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经历主恩的丰盛，经历丰盛的主恩，让这样的丰盛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颂赞，他是丰丰富富的神。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赞美，来颂赞他。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是创造万有，你是赐万有的神。哦，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属万变有，你是使我们在里面经历那没有难成的事。在你真的没有难成的事，你的应许有多少，你就赐下多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创造万有的主，你愿意将一切的万有跟丰盛赏赐给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主，你必要赐福在我们当中。天父上帝，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这个
恩典在基督耶稣里是实在的，是能够成就应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后世百物，要让你的儿女能够被满足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在万民之上，万国之上。主，你掌王权，你在我们心中也掌权。我们愿意臣服在你的名之下，让你自己在你的荣耀里面来光照我们，来照耀着我们。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神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继续来宣告。在你没有，你没有，没有，你没有，在你没有，在你没有，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在你没有，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你的应许，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所以神是做新的事的神，阿们吗？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仍然要跟着神的脚步，因为神的恩典必定成就。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思想。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神是做新事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恩典的神，在2023年，我们要一起来数算他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神的话语里面有说，诗篇65篇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宣告：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2022。在2022，这是你所经历的吗？我们要宣告，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来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总是在那坏消息发生的时候，神的恩典总是在那坏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恩典总是在我们觉得软弱、觉得无助的时候。如果这是你正在经历的时刻，我们更要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经历神的恩典。在2023，我们要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宣告，我们要指出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要带领我们在2023要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宣告，也要进入在你属灵的眼光当中，也要进入在你属灵的产业当中，要进入在主你赏赐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过去我们经历着2022是如此的不容易，有许多的人真的就在那黑暗当中。然而因着主你的恩典，因着主你不变的爱，因着主你的信实和你的公义，你带领我们持续进入到2023，要经历那更大更完全在主你里面领受的平安。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主你是好的神，主你是带领我们度过高山低谷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更是就把我们从罪恶和软弱当中，让我们能够因着愿意来转向你。主，你就带领我们再一次来经历那个突破，再一次来经历主你的救恩，再一次来经历主你的应许，更是经历主你应验发生。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主，我们的心态就改变了。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志再一次被坚定了，是跟随主你的心志，是与主你来同工同行的心志。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我们能够经历那上好的，是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谢谢你带领我们，你所赏赐的恩典，在我们所走的路径要滴下之油，不仅我们自己来领受，更是我们身边的人要看见你的儿女，就一起来欢呼赞美这位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新的事就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拍掌将荣耀献给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是慈爱的神，我们的一切你早已为我们预备。在新的一年，愿我们活得更像你，更靠近你，领受那丰富的主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祷告。
前，站立在你心事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着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金连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是主啊，我全属于你，我要更靠近你，更靠近你，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金连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我要贴近，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主啊，我亲爱的主啊，当我放下时，就好像世界就停了，烦恼就停了，所有的指控就停了，所有的论断就停了，所有的就停了。
主，谢谢你让我们放下一切，分别为圣，在礼拜3的晚上，就这个时间，我们要到你的面前，站立在主你的宝座前，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应允我们，你的圣灵要光照我们，你的话语要如明镜来照亮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这个人怎么了。我们不就是2023才刚开始吗？主啊，我们不就是才刚刚唱那新的意象？我们不就是才唱说主你是做新事的主吗？主啊，我们不就是常常一直在唱阿们阿们阿们吗？但主，你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心，谢谢你，圣灵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主啊，你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主啊，你听见我们的心跳声音，我们也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调整，新的年度我们真的要重新对焦校正于你。我们的步伐要调整像你一样，那么我们就需要更靠近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想起那起初的爱，那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主，原来我们还是属于你。我们那个跳动，我们混乱的心，我们那漂泊的心，每一次接近你，我们每一次在归回，我们每一次在对焦于你，每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很安心。谢谢你爱我们，恳求你也来光照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亲爱的圣灵，恳求你也让我们读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对焦于你。以赛亚书这样说，我们要慢慢来读，一起来读吧。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应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他必广行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的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再次来邀请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寻找他，我们要接近他，我们要求告他。恶人当离自己的道路，那恶人可能就是你跟我，与我们偏离了神的路，我们得罪神，我们没有坐在那个靶心上，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中靶心，我们就是那恶人，我们就是那不义的。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意念，归向神。我们人没办法，我们只有靠神的怜悯。当我们归向神，神要赦免我们，好不好？就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恳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安静，我们来求神光照，也赦免我们。我们快跑来归正于神。我们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当我们回头，主
啊，当我们醒悟过来，主啊，你使我们的灵魂醒悟过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哇，主啊，我们既然离你这么远，主啊，甚至于我们是背对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主啊，你说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我们快转好，回转归向你，主啊，你就要赦免我们，除去一切我们的不义，主啊，谢谢你，不让我们也能够再次来宣告，主啊，也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主啊，我们活出那个新的自己，主啊，我们靠着主，你能够胜过我们那个旧的人，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让我们天天经历，主啊，你的更新，因为我们心意更新了变化，主啊，要叫我们的爱神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主啊，我们互相效力，主，我们就知道你的心意为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给我们一个恩典，主啊，再次给我们，因为你是恩慈的主，主谢谢，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光，圣灵的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醒悟过来，主啊，使我们脸上的帕子都挪去，因为主你的话语如镜，主啊，炼净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要更新，主啊，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要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的灵就对焦于你，我们就是属于你，我们就要为主而活。谢谢你给我们再次的机会，谢谢主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开始活出像你的样子，如你一样。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到主人面前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主人面前，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同在，我们要如神一样，有他的属性，有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站立在你心事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使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镜炼净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事事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
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向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领受神的同在，领受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当中。他的灵要运行在我们生命的黑暗当中，我们一起来读来。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参与在创造，神的灵就是在黑暗当中建立了秩序，神的灵就是在黑暗当中使我们看见光，神的灵就是在黑暗当中建立一个生命气息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耶稣也应许他要赐下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要让我们更像他。圣灵要提醒我们明白真理，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主的话对我们说，我们要领受圣灵，圣灵的能力必充满在我们当中。主的灵如果运行充满，我们就要领受那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浇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渴慕圣灵，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充满。线上的弟兄姐妹依然，如果你渴慕圣灵，这是耶稣说的，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喜。所以敞开你的心，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圣灵就要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一起来领受吧，领受圣灵的浇灌。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应许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黑暗当中来建立秩序，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来建立我们属灵的气息。主啊，奉你名，现在就浇灌你的圣灵，充满在你的子民，充满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主啊，让我们想起你的话，你的真理必叫我们来得着自由。弟兄姐妹，开口来，充满神的话，充满神的灵，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敬拜，将荣耀都归你。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向你丰盛的生命。
我们自己，我们安静在神你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渴慕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的心贴近主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渴慕主圣灵的同在。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一起来寻求，我们一起来祈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圣灵要来运行，充满在我们愁苦，在我们不安，在我们没有盼望的心灵里面。哈利路亚！主，圣灵保惠师，我们需要你。你知道我们此时此刻需要你，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需要你。圣灵，我们求你来。主，你应许所赐的圣灵，愿你差派进入到我们灵里面。主圣灵，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灵里面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圣灵，我们渴慕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带给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更能够聆听主的话语，更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更能够遵从我们所看、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恳求神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健康上来掌权。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03篇的第3节，这样说：他赦免我所有的罪，他治好我一切的病。再一次来，他赦免我所有的罪，他治好我一切的病。神的全能要帮助我们，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牧师有一个感动，在下午在预备的时候，特别有一个感动，要为着所有在呼吸系统，可能你长期这段期间有这样的一个咳嗽，在你的肺部，在你的支气管，你受到一些的搅扰，可能你在睡觉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咳嗽。我们要来领受主医治的大能。主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他要治好，他不是说要医治而已，他说他要治好我们的疾病。线上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神是超越万有的、超越时空的主。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气管、你的这一些肺部的这个部分，如果你需要，在现场的也是一样。如果你需要，我们的牧者也为你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要领受神医治的大能，特别今天晚上，神要医治你，可能长久、长期的这一些的咳嗽，这些可能新冠所带来的后遗症。开我们的口来祷告，开我们的口来祷告，举起你的手，一起来领受神的医治的大能。现在就要充满在你的气管，主的宝血要来医治，要来洁净，要来释放，要让医治的大能就充满，现在就充满，除去那些痰，除去咳嗽的灵，从你的灵里面，从你的支气管里
在，主医治就下来。哈利路亚，主你的医治的大能，现在当弟兄姐妹按在他们不舒服的地方，主我奉你名斥责一切这些搅扰他们长期在搅扰慢性的咳嗽这些支气管发炎，主医治的大能，现在从他灵里面，从他的气管里面，现在就除去这一些搅扰他们，不管是夜晚睡觉、白天咳嗽的，奉耶稣的名，现在就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得着医治。哈利路亚，主，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当他们按手在这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现在求你照着你的话里面的应许，说你要治好他们的疾病。主，我们奉你名来捆绑一切搅扰他们，让他们有这样慢性的咳嗽的这一些的病痛，奉耶稣的名，现在就从他们的肺部，从他们的支气管，从他们的气管当中离开。主，你医治的大能就进入到他的里面，你的宝血进入了，医治的大能就要进入。哈利路亚！不管是在现场，或是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在他的家里面，主你依然要医治他们，依然要希望他们要灵得着自由，他们的肺部要完全的得着医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掌权，医治赐福。祷告靠耶稣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为了博文弟兄他的家庭，他离开了他的家庭，蒙主恩召，求主来赐下他的安慰。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有这些的难处，这些的忧郁的，今天神要释放你，在新的一年，神要医治你的忧郁，现在要从你的灵里面要离开。弟兄姐妹，邀请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圣灵要运行在这些黑暗当中，这些过去受到伤害所造成的忧郁，神今天要释放你，神今天要释放你，要医治你，好不好？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赐下安慰，在这个家庭可能有亲人死亡，造成你在灵里面的忧郁的，奉耶稣名，现在除去这些的哀伤，求主来医治释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特别是因着亲人所造成的这些的灵里面的郁郁，这些的哀伤，这些的忧郁。哈利路亚！主，我奉你名，现在捆绑这些从哀伤里面所辖制的这些的忧郁，现在就离开，释放他们，让他们心中有看见盼望。圣灵啊，光照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在神的手中，在神那里好得无比。所以求你赐下安慰在他们当中，希望他们灵要得着自由，他们要恢复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喜乐。哈利路亚！主，奉你名，求你就医治他们，释放他们。谢谢主，谢谢主。主啊，你是怜悯、看待人、恩待人的主。特别我们为最近或者是我们亲人离别，舍不下、放不开，造成他心里面这哀伤、忧郁。主，求你的灵来充满，你赐下的圣灵保惠师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你可以同理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内在失去他们至亲的哀伤。主，你的圣灵来触摸，来安慰他们。哈利路亚！主，你感受到他们的哀伤，
如同你感受到拉撒路死亡，马大、玛利亚他们心里面的哀伤。主啊，释放这些弟兄姐妹，释放这些的家庭，让他们在灵里看见他们的亲人在神的手中，在神那里好得无比。谢谢耶稣，除去他们的哀伤，安慰他们，你的话语来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忧郁，他们的伤痛。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要来敬畏你，要来敬拜你，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更体贴神的心意。谢谢主，求你让我们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主，我们要更深的来敬拜，要更深的来祈求你，来祈求你。此时此刻，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来恳求你，恳求你的心意降临在这个地上，如同在天上。恳求你施下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护卫着我们，护卫着我们台湾，不受恐吓，不遭患难。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来寻求你。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向你丰盛的生命。我要你手一起出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我们国家来祷告。我们常常面对对岸的恐吓，我们看到最近为了兵役的问题，关系的我们的国防安全，我们恳求神赐下他的怜悯，他的盼望，他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这样说：愿是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再一次读的时候，使台湾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一起来，愿是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台湾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的，使台湾能够大有盼望，是因着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更多的百姓能够认识到真正的神的灵，赐下平安的灵。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在国家的安全，我们人民有心中充满盼望，有平安。我们也为着台湾的经济能够复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疫情又恢复到3万多，我们恳求神来帮助除去这些疫病，这些的瘟疫，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有这样的一个控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为了对岸来祝福，捆绑那些黑暗的权势离开习近平，离开这些领导人身上。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保护看顾台湾，让我们大有盼望，让我们心中充满平安。
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宣述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掌权，在我们的灵里面，恳求主，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好多的百姓恐慌于未来可能会发生战争，我们天天面对这些的恐吓。主，我们恳求你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人靠着自己权势，但是我们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心中充满着神你的平安。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呼求你，谢谢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赐下你的盼望，在台湾的百姓，在执政掌权的，他们知道权势权柄是从你而来。主，施恩赐福在台湾，让更多人来认识你。唯有你的护卫才能够保护我们，就好像最近我们读到以斯帖这样的一个记载，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灵方能成事。即使是要面对那个死亡的日子迫近，但是神，你能够使死亡的日子能够大翻转，能够成为一个庆祝的日子。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免于恐惧，免于害怕，用你的慈爱的手来保护台湾，护卫着我们，让这些经济能够复苏，让我们的子民能够免于瘟疫的毒害。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最后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圣灵要降临在我们的教会，教会就能够有能力来宣扬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耶稣嘱咐这一些的门徒要等候，当他们等候圣灵的同在，神的灵浇灌，我们看到他们要宣教。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教会能够让弟兄姐妹灵命的更新，每日稳定的祷告，单独会主，能够收听迦南之声，让神的话充满在灵里面，成为他们的力量，也为教会能够等候领受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有宣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落实在双福的宣教意向。特别为了我们新年度新的事工计划跟预算，特别在这个礼拜六我们要审查来审查这些预算。愿主来与我们的小会员同在，为我们的团队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一起站立，我们开口来祷告，举起你的手来求神的灵充满在他的教会，领受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团队，在我们的传道部，在我们的各部门，在我们的小组，都能够布道栽培，能够宣教，能够传福音。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开你的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圣灵来到你的教会来拜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主。我们恳求你赐下你的同在，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下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建立祷告祭坛，经历丰盛的主恩。从新的一年的一开始，主啊，他们要经历圣灵的大能。主啊，圣灵求你来，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渴慕你的，你必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我们为着教会在宣教的意向，双辅福音福利，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
神，你要使得救的人日日加增在教会，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变化的当中，神，这些的疫情没有办法拦阻人来到你的面前，懂得福音的好处。主，我们要奉你名来捆绑这些的搅扰，离开你的教会，赐下同心合一的灵，你的圣灵让我们敢开口来传福音，敢开口来告诉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恩赐福，降临你的大能，充满在你的教会，让每一个子民，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靠主就得胜得刚强。芥菜种的气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芥菜种的气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再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拍手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在你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你的应许都是实在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是实在的，是能够成就的。谢谢主，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医治，得供应，得圣灵的充满。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丰盛的一年，神丰盛的圣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说，圣灵要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